为着要加强国防，唔但教调有推出新制，内政部嘛要调整替代役调训的人数。今年预估要调训58000个已经退伍毕业的役男，是历来上悬纪录。这调集的范围、人数甲时间都要修正，嘛会比较国军现行的规定，无正当理由唔参加调集的，拢会处罚。国防部2022年所推动的新制教招，延长教期强化训练，来增设国军的后备战力。因若即马代替役的毕业演训，也会做大幅度的改革。因为根据110年所统计，退伍的8年来毕业的役男有181904人，不过伫迄年调训只敢若1565人，占总数的0.86%。准年甲旧年的调训人数虽然有增加，不过依然无超过1万人。为了要改善调训率偏低的情形，内政部伫今年估计要调训58000人，创新冠历史纪录。整体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考量，来强化全民国防和这个全社会的一个韧性啊，我们会按照不同的一个招训的项目啊，会有不同的一个天数啊。内政部指出，演训将会包括初级的教育员继续教育、警察、消防、治安维护、防灾救护、民办案演习，抑个射击等内容，并且将会修正调集的范围、人数、天数甲相关规定，同时甲代替役实施条例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审查，规划比较国军的现行规定，对无原因无去参加调集的行为有明定的处罚。在战争中反而会需要更多的消防人员、救护人员，那避难指引的人员、替代役的人员，其实他们这个民防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核心。在预算更合理的时候，也可以把教训的天数增加，来让役男对他既有的这个专长可以复习。学者表示，若拄到紧急事态或者是大规模灾害时阵，有专长的代替役伫咧民防中会当发挥正大的功用。这就是替警消补充人员，协助产业复原的能力。调训会让强化危机意识加社会韧性。希望伫咧规模、人员、天数方面会让一年比一年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